各位姊妹，今日咧係第525條，問嘅就係應該點樣使用社會傳播媒體呢？嗱，今日咧科技一日千里，所以咧社會傳播媒體嘅影響力咧係非常之大嘅嚇。咁首先咧，佢哋提供嘅資訊啊係為咩先？咁就係為咗公益啊、服務啊嘛，因為大家想知啊嘛，係嘛？佢提供啦，咁咧係為大家嘅好處嚇。因此咧，首先第一樣嘢咧，喺我呢個第8屆裏邊，尤其是我哋好重視就係講咧真理啊，唔好做假見證。於是咧，你嘅傳播媒體所講出嚟嘅嘢咧，要係真嘅，要係客觀嘅。咁即係你要報導咧，要有查證咯，係嘛？唔可以捏造假新聞啦。咁仲有咧，要尊重私隱喎，呢個出於愛德同埋正義啊，即係個私隱要保障。咁有時咧，我哋嘅採訪有啲譬如娛樂新聞嗰啲，就有狗仔隊啦嚇，咁要小心，唔得咁樣嚇，即係唔合法。你咧去挖人哋嘅私隱，然後公開出嚟就大家好中意聽呢啲咁嘅故事，睇啲咁嘅嘢唔可以。對於弱勢啦嚇，對於受害者嘅私隱咧唔應該拍攝，唔應該公開嘅嚇。咁仲有咧有啲色情啦、暴力啦呢啲咁嘅內容咧要克制啊。唔係話絕對唔得點解呢？因為有時可能真係牽涉有啲咁嘅嘢出現都唔定嘅，可能少少都要報導因為佢嗰個係一個真實嘅面貌。但係呢，你可以攞個角度唔同噶嘛，係嘛？我係報導，我唔係呢去故意渲染兩者唔同係嘛？當然呢個要好專業嘅去先至判斷到嘅。個原則就係避免咧渲染傳播呢啲色情暴力嘅內容，呢啲鏡頭。即係純粹咧為咗吸引人嘅點讚流量嘅提升咁就唔得咯，係咪啊？咁仲有就係咧傳播媒體咧應該要善盡社會責任即係佢報導啦，佢做呢啲嘢咧係促進公民嘅對話。仲有一個咧就係監督政府監督嗰啲在位嘅有權嘅人，因為佢影響緊個社會啊嘛。好啦，咁我哋啲接收者咧，我哋自己有責任嘅喎。點解？因為你睇呢啲資訊咧，其實好容易一種被動嘅。覺得佢哋講嘢都係啱嘅，因為電視咁講報道咁講對佢哋嘅資訊啦缺乏咗一種警戒性成為一個咧好容易嘅消費人哋咁講就信咗啦，或者呢樣嘢好就去買啦，咁要小心。我哋自己都要栽培一份咧清明嘅心即係要有時拉翻出嚟唔好太過入咗裏邊咁咧要有個正直嘅良心以便咧更加容易去抗拒咧一啲唔正派嘅影響。好啦，今日俾大家嘅聖經金句咧係呢一句一切壞話都不可出於你們的口，但看事情的需要，說造就人的話，叫聽眾獲得益處。以弗所書4章29節。